第12章，我自夸果然无利益，总是我是不得已的。当我要讲到主的显现甲启示，我认得一个伫基督内的人，伊14年前受提到第3层天去，或者伫心内我毋知，还是伫心外我也毋知，只有上帝知影。我认得这个人，或者伫心内，还是伫心外，我拢毋知，只有上帝知影。伊受提到牢园内，听见隐蔽的言语，是人袂通讲的。因为这个人，我要夸口，总是我为家己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无夸口。我就是愿意夸口，也无算讲，因为我的确讲实话，只是我禁止毋讲，惊了有人将我看悬。过头伊伫我身顶所看见、所听见，搁惊了我，因为所得的启示真大，就过头自高，所以有一支刺加伫我肉体顶，就是撒旦的车叶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头伫自高。为这个事，我3摆求过主，互这个刺离开我。伊对我讲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搁较欢喜夸家己的软弱，通互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掠软弱、凌辱、急难、困迫、困苦，做通欢喜的。因为我什么时阵软弱，什么时阵就刚强了。我成了愚妄人，是互恁强迫的。我本该互恁学老才对。我虽然算不得什么，却无一项代志伫遐会做大使徒以下。我伫恁中间用百般的吞忍，借着神热、奇事、异能，显出使徒的凭据来。除了我无累着恁这一件事，恁也有什么事毋答别的教会呢？这个无公道的所在，求恁饶恕我吧。现今我拍算第3摆到恁迄位，也的确无累着恁，因为我所求的是恁，毋是恁的财物。囝儿毋应该为父母积聚钱财，父母应该为囝儿积聚钱财。我也甘心乐意为恁的灵魂费财费力。检视我一发疼恁，就一发少得恁的疼吗？罢了，我家己并无累着恁，恁却有人讲我是诡诈，用心计较劳弄恁。我所找到恁遐去的人，我借着因一个人占过恁的便宜吗？我囥了剃刀到恁迄位去，搁找迄位兄弟甲伊去，剃刀占过恁的便宜吗？阮行事无常是一个心灵吗？无当是一个脚业吗？恁到如今要想阮是向恁分诉，阮本是伫基督内，当上帝面前讲话。亲爱的兄弟啊，一切的事拢是为造就恁。我惊我过来的时阵，看见恁无合我所想望的，恁看见我也无合恁所想望的，搁惊有纷争、怨妒、受气、结党、诽谤、白贼话、骄傲、
混乱的事，总是惊我来的时阵，我的上帝互我伫恁面前见笑，搁因为真侪人将情犯罪，行污秽、奸淫、邪荡的事，毋肯悔改，我就忧愁。